大家好，多謝收睇米其倫話5月6啊，跑呢個全麗煙啊，星期三啊夜賽啊，咁啊麗地，咁啊細細地玩啦，嗱咁啊上個禮拜日咧就頭關打跑第2啊，中條 Q 啦，咁啊結果啊尾關打啊跑第3啊。中三紅彩啦，咁啊，但係就咁啊，我冇寫落去啊，都係中唔到1、2，中唔到三紅彩就唔寫啦。咁啊，唔緊要啦，咁啊祝即係大家支持啦，真係多謝啊！嗱，今次啊揀咗2場就第5同第6場啦，咁啊第5場咁啊1號做膽拖2、4、5、10啊，咁啊4班嘅12咪揾隻飛輪巴啦。咁啊麗地咁啊兩個女將咧都幾多坐騎啊，尤其是阿袁恨瑤即係呢個1號咧，9場都有佢啊。咁啊當然啦，個10磅同埋佢個騎功咧又食到啲馬㗎，咁啊其實真係着數嗱。呢個就真係10磅仔啊着數啊。咁啊之前阿黃志雲啊、黃寶妮嗰啲都好似都賺唔到，因為食唔到啲馬。咁啊點都好啦，嗱講翻隻膽啦，呢隻飛輪巴啦嗱，咁啊。呢隻馬就抽一檔咧就非常着數啦，有10磅減。如果睇翻即係今季嘅賽事啊，袁漢儀都騎過佢跑到第3，即係喺570嘅場次啊，4月1號嗰場咧就又係抽一檔，又係125磅，一出閘擺咗喺前邊，咁啊去到最嬲尾先斷㗎咋，跑過第3翻嚟啊，輸過嘅買1分09秒1，末段就23秒3。嗱，你睇翻成組馬咧，即係2號啊，都可能即係近啲，其他啲馬咧即係又要估啊，同埋又好似即係麻麻地嘅，咁所以呢隻飛輪巴擺喺前走抽一檔，跑翻咧507個場次咧，呢隻馬贏面都幾高啊，咁啊等啲馬追啊，睇下2號得唔得啦，係嘛？咁啊1號做膽啦，咁啊2號呢隻光年就情長啦，咁啊大家睇到即係今季一路跑落嚟咧，去到上嗰即係幾場咧就已經即係隻馬其實有狀態。咁啊上嗰2場嘅泥地黐咧571同620都睇嗰兩隻馬咧就後上下，即係喺571嘅場次啊，4月1號咁啊。其實首月第7啊，跑第4啊，步文132磅，咁啊1分09秒2，末段23秒2啦，咁啊即係比較被動啲啊，追唔切啦。咁啊620咧再跑翻同程咧跑到第3，首月第8啊跑第3，1分09秒正，末段你有22秒6喎嚇，即係呢場留得後咧即係末段個成日快咗啦。今場咧應該嗱，我睇唔到佢呢隻馬可以擺得前啊！如果咁樣計咧，如果又係好似即係佢呢2場咁樣守住7、8位咧，飛輪巴已經一早喺前面叫緊糊咧，咁呢隻馬如果佢有啲阻滯咧，真係未必追到。但係如果佢咧因為跟前，如果跟到前咧咁啊又冇馬阻咧，可能有機會阻到。睇呢條 Q 會唔會掕翻嚟啦？咁啊2嗰地要拖。咁啊另外4號呢隻鑽色閃耀啊，咁啊今季跑咗1場㗎，咁啊即係喺3月18號530嘅場次咧跑快谷㗎，咁啊初速跑快谷之後就首月第11位，又跑到第8翻嚟，輸到第4。咁啊我都要佢啦，1分10秒1，末段23，因為佢睇翻賽後咧，佢全程咧出閘咧就俾人撞一撞之後咧，就全程就守住中間咧就3碟嘅位置啊，入到直路就再扯出外碟，咁啊當然冇啦。咁啊但係隻馬咧都有少少走勢，咁啊睇翻咧即係其實佢操練咧即係喺跑530嘅場次嘅操練咧，一隻馬都擺得喺前㗎。咁啊經過呢啲場熱身之後咧，喺4月16號咧霍雲星啊整貨嚟襲咧，就結果就擺住首月第1位跑2喎啊，段擺前㗎，段開快㗎。咁啊所以俾隻火悟空過啦，咁啊火悟空咁強嘅後勁。咁但係如果你今場咧，有可能同隻1號喺前面放啊嗱，如果我當上場全程3碟走外碟咧，就當佢冇跑過，或者係當佢熱身啦。咁啊今次咧可能就現到真身啦，睇下佢有幾多啦。咁啊嗱，飛輪巴就睇到㗎，有幾多，即係一定係叫。咁當然你一檔係一定要擺前啦。咁呢隻4號咧，估佢今場喺前邊啊，再拖埋佢。咁啊另外一隻就5號綿綿日上啊，潘頓啊咁啊。立尼騎啦，咁佢即係今季呢隻馬初出嘅啫，咁又喺泥地阿楊明都好勤力嘅，咁啊同試到隻馬咧，隻馬亦好有走勢，咁啊喺4月14號嗰場咧就喺個馬群咧中間咧就撲咗上嚟，個勢預計就唔錯，咁啊但係咧居然咧阿希姐即刻就揾阿潘頓喎，睇嚟佢覺得隻馬進度可能揾阿潘頓嚟喺度搏殺都唔定會贏到咧。真係唔敢講咁始終呢隻馬嗱佢因為呢場係初出啦，佢個泥
地試閘咧，又試過一場咧，就叫做喺住內欄湧上嚟，都有啲就即係泥地都會識跑啊，咁所以就轉咗潘頓立翻佢要咗佢啦嚇。咁另外一隻就加州勇勝啦，嗱初跑泥地㗎咋，咁啊但係咧佢呢隻馬咧就一路喺沙田啊。跑開1400咧都擺前之後咧末段先斷嘅，但係咧跑1400都唔差，潘頓都中意啊跑過佢咧1分21秒7，1分21秒9咧，其實都幾快嘅隻馬。咁啊次就斷咗尾啦。嗱你睇翻上場4月26嗰場637咧，又係首月即係抽14檔啦，田泰安就一出閘就首月第五，跟住就擺咗喺前，去到最後200位轉弱㗎，咁1分22秒5啦。咁啊，我覺得呢場馬咧試咗佢嗰個1200個段足有幾多咧？今場咧仲縮成呢個泥地1200，今次抽2檔喎，會唔會今場咧有機會留住，或者甚至乎咧守住5、6位咁有機會變後勁啊？再縮成我啱呢隻馬咁，所以就第5場咧我就要翻隻叫虎先飛輪霸妹袁杏儀拖24、50咁啊，跟住就去到呢個第6場。第6場咧我就揀係11號做膽啦，拖5、6、824班嘅1650林寶精神啊嘛，我覺得佢呢隻馬咧就呢場馬我覺得佢真係正所謂穩位望贏嘅呢隻馬嗱，咁啊今我哋都跑咗7、8場啦，咁啊上嗰4場嘅即係轉嚟泥地嘅，因為1650咧，居然就1個亞軍，就3個跑過第4次至後邊衝一段咁你平均呢隻馬1分38秒5末段可以交23秒4嗱，輸上場即係619咧，輸俾桃花花開咁啊同場咁花開就加咗磅，所以我就都要拖埋都係用但係上場咧佢都姍姍來遲之後咧追唔切咧，咁所以今場咧個磅數就加咗2磅。而咧花開咧就加咗成8磅，咁所以磅數分嘢之後咧，呢隻林寶精神上揚嗰個走勢咧，應該喺度撞下網冠仲可揾佢做膽㗎啦。咁啊，另外就講下隻花開啦，咁啊上場就突如其來啦，因為佢呢隻都係4歲咁啊今個跑5場。咁啊喺4月1號嗰場咧試過泥閘即係熱身之後咧，後上就全程外閃之下咧。1分39秒1之後咧，就上場619咧，就同阿林寶精神嗰場咧，即刻守住前邊，守住第5位，跑過第1翻嚟。1分38秒1末段23秒4今場加8磅記住咧隻馬咧有少少外閃㗎今場嗰8磅咁當然啦，一定係擲翻佢少少，所以林寶精神一定應該喺前邊翻，除非呢隻馬咧進步得好強或者馬有分，但係我覺得佢。隻馬有外閃嘅馬咧，隨小心啲加咗磅咁，但係都隻馬夠勇咧，都拖埋佢啦咁另外一隻就跟前嘅天威潘頓咁其實就上場即係你睇到呢隻馬咧，就今季一路都表現即係個狀態未到啦，同埋就係3班咁降落4班之後咧，咁其實開始擺前咧就最嬲尾先斷咁，你睇翻439嗰場咧跑到第6擺喺前面咧，結果1分38秒8末段24秒3咁3月15號519嘅場次咧，首月第1位後上，即係最嬲尾捱唔到跑到第5啦，1分39秒末段24秒8咁上場潘頓接手咧就首月第4位派5輸1個馬位嘅咋1分38秒8末段24秒3呢隻馬咧你記住咧末段後勁又唔強嘅但係咧佢。嗰個時間咧，呢隻馬可以1分38秒9嚟講咧，喺呢啲組你又可能會近嘅今次抽4檔潘頓仲肯再騎翻咧，臨尾個試閘咧泥閘咧，潘頓個首月第6位派3，會今場咧佢想留翻少少咧，我睇佢嗰個試閘咧係少少咧係用後上追咁所以今場我拖埋佢隻天威另外一隻就。盛世威風頭先嗰場就話飛輪霸到膽，但係呢隻盛世威風咧就腳嘅啫，因為好可惜咧，黃寶嚟呢隻馬就抽12檔有7磅有120磅睇到呢隻馬啦當然啦，佢喺4班30200 5班30200嗰度贏完之後咧，升上4班咧就跑1400咧都冇蝕底喎，跑過第1、一個第2、一個第4全部擺前面，最嬲尾先斷有場1400仲1分21秒正末段23秒5呢啲咁嘅2、3班嘅時間睇翻上場轉嚟泥地跑啦，4月19號
619嘅場次咧，同花開同寶精神同場呢3隻我都捉埋佢啊！咁啊當時120磅奧爾文啦，咁啊跑首要第一個跑去3，1分38秒3，末段就24秒正。段開發最後尾先斷㗎啦。咁啊如果今場減咗即係有黃寶嚟個7磅，而家120磅，咁啊12檔，咁啊就蝦黃寶嚟啦。咁但係咧呢隻馬咁輕磅上場其實冇輸蝕㗎。咁你花開要林寶精神喺度，咁我覺得呢隻盛世威風有7磅，即係而家120磅啦，即係計翻條數。咁12檔如果快放喺前面咧，有機會咧偷襲啊！咁睇下我隻林寶精神咧，唔好俾佢放得太甩。嗱呢隻盛世威風咧，如果今場唔放咧就瀨嘢啦，因為12檔啊，所以就要拖個磅賺翻啊！咁啊，另外一隻就係懶懶地啊，我覺得就想拖去3場上彩就係呢隻川河盈區。咁咧就同情佢跑好多場啊，其實真係2冠1亞咁啊，輸咗11場啦。咁其他咧都好多意外輸啊，成日都係冇遮擋之下輸啊。咁如果你睇翻12月27號29嗰場車咧，跟前都得喎。首要第3個派1分39秒8，末段23秒4，咁啊127磅。今場咧轉由霍雲星轉咗金城江啊，抽過5檔121磅咧就叫幾輕。咁啊睇翻上嗰2場嘅泥地1650咧。67個場次咧就首要第11位跑嚟7抽14檔啊嗰陣時啊，咁去到末段咧嚴重受困啊，冇跑過1分39秒4，末段24秒1，咁619啊，即係頭先同花開林寶精神嗰場咧，呢場馬咧就佢跑到第10我拖嘅，因為佢咧去到38嗰陣時咧係全程咧係立避咗啊，就冇跑過㗎，又係咁呢隻馬咧次次啲意外都係俾人嚴重受困啊，300立避嘅啫。咁你要睇翻頭先跑去2嗰場咧就跟得前，今次抽121磅有5檔咧，睇下金城江今場係點跑啦。咁呢場馬咧可能有啲啲馬都會佢快㗎，成實一定係擺前。咁如果呢隻川河正嗰有個 box 位咧，可能今場121磅咧有機會咧掠到3344都唔定㗎。所以第6場要翻林寶精神啦。咁我覺得佢上場都係想贏啊，結果俾花開偷襲咗嘅啫，所以就要翻11號做膽拖5、6、8、12啊。咁睇下今日呢2場都啱唔啱心水啦，啱心水俾個 like，祝大家贏多啲，拜拜。